點落？好，跟住先啦，嚟啊！好得算坐低。有冇獎？獎冇獎？俾多幾支我，俾多幾支我。等等啊，等傳翻嚟先喎。你等傳翻嚟攞喎。得。鼓手邊個？唔好喐住。好，落嚟，放尾繩俾我，放尾繩，放尾繩。好，放尾繩。呢批唔坐得嘅喎，呢批。知啊。大家賺都未齊獎。等陣。我美之棍。舉手冇獎嗰啲，冇獎舉手啊！冇獎4支。打一陣。Alan 可唔可以俾支棍我啊？幫手。我哋知道要坐咗耐先知啊！舉手啊！舉咗啦，得㗎啦，陣間，出翻，陣間打陣。嗱，記住啊，坐晒條船邊，直腳冇線。有咩意欲？要坐條船邊，唔好跳。好跳，唔好企身。跳船邊。係啦，影張相先。係啦，阿鄭姐唔緊要，張影相靚啊！好過嚟，加油！有詞啦，有詞啦。可唔可以惡少少大聲啲？覺得有冇問題？大聲啲學佢哋。OK。照鬧唔緊要㗎嚇，你冇斯文啊，冇得斯文啊呢個位。係啦，嗱，着咗就浮衣啦，跌落水都唔怕嘅。係啦，但係我教呢個動作，如果跌咗落水嘅咧，就記得咁樣同咁樣，因為唔知邊個會插落嚟嘅。好。喂，你好嘅，你又着上裙之後，又插住邊啊？哇，好大浪啊！即係咁啦 ，one and two and 咁樣 ，one and two and three and four and。識打頭嘅，左右。嗱，我嗌左你就俾頭，我嗌右就你知啊，咁啊後衞。未齊，同爭嘅齊未啊？齊啦未啊？睇晒獎未？睇晒獎啦嘛？睇晒獎 ，OK， 推開，收咗條繩先。收獎。好，慢慢向後爬。打鼓。慢慢向後慢慢向
彎低啲啊，大家！你上先，繼續望住我啊！我哋暫停水。OK， 向前爬，細細力。好，夠，唔好喐住，俾佢入咗先。我哋拖停佢。落水。我撐你台詞，隔離一兩你都唔好夾。好，向前爬5掌俾我。好，1、2、3、1、2、3、4。OK。後等。我得6條船嘅啫。The pedals in water。係啦，好啦，做得幾好。繼續，keep 住，OK perfect， 就呢個位。聽到。好，留心下前面打頭嘅，聽住嗌啊。focus 啊，focus 啊。focus 啊。佢首先會唱晒所有隊伍嘅名先嘅，跟住當嗌入線嘅時候，大家先將獎牌入晒水，準備開始。佢會嗌 Are you ready? Attention， 之後先至跳嘅，得唔得？係，左手繼續打，4個一齊啊！左手邊一齊打。喂，拉翻後少少先啊！得 OK， 唔使打啦。我喺度講下先。大家專心啲，諗下你跑爬，打得好。我 hold 住呢度先。好大㗎。阿龍喺後，開始水嘢。你唱名啊 ，Lisa？ 你唱名啊？
如果大家 ready 都未有 attention， 我就幫大家叫啦。爽。好。大家等等啊！大家等等。等埋3號線出嚟，我哋就開始排齊啦。唔該。喂。陳 K 姐，記住堅持啊！係啊，就係你啊！陳雨婷撐到最後，你隔離嗰個。好。往前啦！要齊啦，係齊快啊！佢都冇無人機，哇！3號船嚟緊。一下，仲大啲啊！再大力啲啊！打到7星嘅。香港國際龍舟比賽永明精英杯初賽第2場 Sun Life Elite Cup Heat 2場次17 Race 17。現在點名，先導2聲勢匯盈，先導3 Crazy Dragon， 先導4 Core Dragon， 先導5 AMG 安柏環球國來芬多龍，先導6安富利，先導7 Sunnet Star， 先導8寶泰人壽。記得彎腰摁腳望前面。好，各隊請準備，現在開始取齊。請各位舵手緊握把手，最前嗰個把手啊！2號線後，2號線後，2號後，5號後。好大風。Are you ready? Are you ready? Attention.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、9、
但係其他真係好快，太快啦！一開始已經走晒。搞笑。咁搞笑。Lucky Seven 啊嘛。其實最後之場係齊咗㗎啦，只不過人哋真係力大無窮啊！我一開始已經見到佢啦，但係我唔可以一開始叫 power 㗎嘛。其實一開始佢已經拋咗你半條龍㗎啦。
集住，好埋啲，好埋啲。